我好相信咧，經過呢個講座之後咧，大家對攝影啊、對人生咧個嘅體會咧就更加提升嚇。咁啊，再一次歡迎各位咁啊參加咧今日咧我哋即係平衡與智慧嘅講座。咁今日咧我哋咧好高興啦，請到葉清良先生嚟做我哋嘅即係講者。OK，我今晚都會講下點樣可以瘦身啊，即係令到老得慢少少嘅方法嘅。OK，咁啊，麻煩熄一熄燈。咁我自己去睇翻，咁咧就將我自己嘅人生咧，就即係分咗一啲階段。咁因為頭先咧我就見到咧，即係嗰個意見調查嘅時候，原來有好多人中意影相嘅。咁啊，不如我講埋少少，即係話攝影嘅效果，好唔好咧？OK，咁啊講翻，我將我自己即係之前嘅嗰個人生咧，就分咗4個階段嘅。咁赤子之心啦，即係細個啲嗰陣啦。咁啊，自傲輕狂咧就係我中段嘅時候啦。咁修心靜思咧就係近期啦。咁把握當下就係經過咗呢3個階段之後，我得到嘅心得。咁啊喺呢度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赤子之心咧，其實就係講緊我自己嘅童年啊。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屋企就比較窮嘅，但係咧我就好感恩嘅，即係話因為我有一個咁樣嘅童年，就反而令到我咧，即係對好多嘢咧都會識得珍惜，即係唔會話覺得係理所當然啦。咁你見到咧，我個女朋友個款咧，同我都好似嘅，就證明咧係幾咁自傲輕狂啦。即係女朋友都要搞到同自己差唔多款咁樣。咁自傲輕狂嘅人咧，就梗係頭先咩朋友講啦，即係話好縱情呢個物慾嘅享受啦。咁於是咧就買好多名車啊、跑車啊，又走去賽車啊咁。咁於是咧就即係幾乎係乜都玩嘅。咁變咗即係嗰段時間係其實有啲迷失嘅，因為咧我有個朋友其實佢都有份點醒我。我嗰個朋友係做律師嘅，但係即係做律師自己本行都幾好揾，但係就未至於佢咁誇張啦。就主要咧就係因為佢又有玩地產啊嗰啲。咁佢係97年前咧係玩咗成10幾年，咁嗰段時間好犀利。咁結果咧，佢喺極盛時期，即係90年代咧，佢有20幾架車嘅，即係同一時間20幾架。咁你講得出嘅跑車牌子佢都有嘅。咁我就有，因為我識咗佢好耐，咁我有問佢，我話：喂，你其實開唔開心嘅啫？即係而家有咁多車。佢話其實麻麻地嘅啫。佢話買嗰陣時就開心。佢話有陣時仲會煩咧，就係已經買晒咯喎，幾時仲有新嘢出啊咁。即係仲有一樣嘢麻煩咧，就係佢想揸車嘅時候唔知揸邊架，因為太多。咁佢就叫個司機咧就幫佢抹。咁佢個司機咧就直情同佢講：嗱，如果我日日都要20幾架車抹勻咧，就太辛苦啦。佢話你可唔可以每一日俾4架我？即係你話我只會喺嗰4架之中揀嘅啫。咁於是咧佢只係每一日都係抹4架啫。咁於是咧佢其實又好嘅喎，因為喺佢嚟講唔使咁煩啦。我今日呢4架之一啦咁啊變咗佢唔使喺20幾架裏邊揀。咁但係咧佢就話翻俾我聽，佢話佢最開心咧就係當佢買第一架2手嘅保時捷。佢話直情係攞車之前一晚咧係瞓唔着覺，直情係眼光光等天光，即刻走去車行一開門佢就即刻走去攞車啦咁。咁啊變咗咧就反映到咧就話啊原來物質上嘅享受咧其實係個人係有啲空虛，即係唔係話一個最大嘅享受嚟嘅。嗱跟住咧就去到修心靜思嗰一個階段啦。咁上邊嗰張相咧就係我喺97年嘅時候咧就喺澳洲嘅藍天寺咧係參加過短期出家嘅。嗰陣時就係嗰次開始我就剃鬚啦。因為之前大家都見到我以前係有鬚嘅，
咁但係嗰次剃完須之後咧，就發覺咦，原來剃咗須幾好睇嘅喎咁。咁於是咧就從此就 keep 翻日日都剃須啦。咁下邊嗰張相咧就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唔係想咁扮嘢嘅。雖然我過去嗰10年度啦，我係每一日都有打坐嘅習慣嘅，即係通常朝早起身咧，我就會係坐大約半個鐘至1個鐘左右。咁然後咧夜晚臨瞓之前咧就15至30分鐘。咁其實嗰個效果係幾好嘅，即係會老得慢啲嘅，即係呢一個效果。打坐個好處係喺邊呢？其實就係等於我覺得我哋平時喺呢個繁忙嘅即係都市裏邊生活呢，其實好似係一杯水，嗰杯水呢就擺咗喺一個沙塵滾滾嘅路邊。咁咧日日哇好多車飛嚟飛去，咁啊有好多沙塵係跌咗落嗰杯水裏邊。咁如果呢杯水係喺度喐嘅呢，即係不斷喺度啷嘅呢，只要有少少嘅沙塵跌咗落去呢，嗰杯水都濁嘅。但係如果呢杯水係好定嘅話，就算有幾多污糟嘢跌咗落去呢，都會沉底，嗰杯水仍然係清。咁其實打坐就係呢一個好處啦。就係話令到我哋嗰個心係清淨，變咗我哋睇嘢咧係清楚好多，即係會冷靜去處理。其實有好多問題咧，都係有陣時火遮眼啊，即係諸如此類，你會因為衝動而處理得唔好。但係如果你可以冷靜咁去做咧，其實就係好好多咯。OK，咁我其實人生最大個轉捩點咧，就係喺1994年。我爸爸呢係啱退休，佢喺93年12月就決定退休嘅。佢退休嘅時候呢，就走去做身體檢查，咁點知呢個醫生就話俾佢聽，佢已經係末期肝癌，直情個醫生話唔使醫啦，佢即係都費事啊。佢話不如趁呢段時間，你有咩地方未去就即刻去啦，有咩有咩嘢係未做就快啲去做啦咁。結果呢，因為我92年移民去澳洲，咁佢就一路都話冇時間唔得閒，佢就冇嚟探我。咁於是佢第一時間呢就過嚟澳洲揾我。咁因為佢自己本身呢就好中意唱粵曲嘅，咁所以呢，直情係安排埋佢喺嗰邊，即係咁啱又有一班中意玩粵曲嘅人呢，就係每個星期日咧喺唐人街嗰度有啲酒樓咧就有個表演，咁於是係邀請咗佢表演，咁又帶佢周圍去玩啦，咁就令到佢喺臨終之前呢係有一段好開心嘅時間。咁我自己感覺到咧就係話我當時覺得自己有名有利，但係原來我遇到爸爸一個咁突然嘅問題咧。我係一啲辦法都冇，即係完全係冇得解決。咁當時係即係幾情緒低落嘅，即係知道呢件事。咁啱呢，我就喺澳洲嗰邊呢就有兩夫婦嘅朋友呢，佢哋係佛教徒嚟嘅。咁我爸爸過去之後呢，我就即係約埋佢哋一齊傾下偈咁啦。咁嗰個朋友呢就話俾我爸爸聽，佢話佛教去睇死亡呢，其實就唔係一個生命嘅終結，其實呢係好似你住緊嗰間屋變咗危樓，你要搬過一間新嘅啫。咁我爸爸聽咗之後呢，就覺得咦又幾接受喎。咁所以呢，佢後來真係過身嘅時候呢，佢都好安詳嘅。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其實宗教呢係幾好嘅，即係話唔理係乜嘢宗教，即係話如果你遇到困難嘅時候，有一個宗教嘅話呢，其實係容易啲去支持你去面對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其實冇分話邊一個宗教好啲，邊一個宗教冇咁好咁樣。咁嗰次之後呢，我就開始睇到就係原來人生係咁無奈嘅。咁於是呢，我就有一啲改變啦。出嚟啊！咁我呢度呢，就帶咗幾篇blog 嘅文章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呢，就係話
喺20年前我發起成立專業攝影師公會嘅時候呢，就同其他攝影師接觸多咗啦。咁啊，其中一個呢就問我，佢話：哇，你開工又影，放工又影，你唔厭嘅咩？咁我話：我就係因為中意影相先至做呢個工作噶嘛。咁點會厭呢？佢話：哦，我冇錢收，我唔影㗎。咁我話：咁你最大興趣係咩啊？咁佢話就係放工之後唔使影相，咁咪去酒吧飲嘢咁。咁結果佢真係開咗間酒吧，就同我一樣咁享受自己嘅工作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玩過呢個遊戲呢？就係話有陣時得閒得滯，成班人傾到冇嘢好傾嘅時候就話：啊，不如有得揀嘅話咧，想做邊個啊？咁於是有啲人又話做孫中山咁，有啲人話做李嘉誠，有啲做英女王咁樣，即係乜都有嘅。咁但係呢，就淨係我話我想做翻自己，即刻俾人噓啦，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除咗我之外，係冇人做到佢想做嗰個人嘅喎，因為你一定唔會係嗰個人嚟噶嘛。咁所以既然做翻自己係冇得變嘅話呢，咁就無謂花啲時間去幻想啦，不如真係好好地去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咪仲好咁。咁呢個做義工，我頭先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咁即係因為遲滯嘅關係，所以咧我就對義工產生興趣。但係做落之後呢，就發覺啊，原來好正喎咁。咁呢度就係有個啟示，就係03年沙士呢，就原來係一種傳染性好高，但係冇得醫嘅絕症。但係通常康復到嘅呢，就係因為自身嘅免疫能力高。咁而家香港呢，其實就我諗大家即係警察部都應該會成日遇到呢個問題，就係傳媒嘅問題。即係我發覺而家香港嘅傳媒呢，即係個取向係好大問題嘅。總之係乜嘢呢，就將一啲唔好嘅嘢呢就放大，而好嘅嘢就唔提。即係譬如話我早2個禮拜就搞咗好有意義嘅活動，就叫做拍開你的心。咁就其實係搞一啲攝影比賽，就希望香港人開心翻。咁係冇乜傳媒嚟報導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唔開心啊、啲負面嘢呢，佢哋就好誇大咁樣去報導。咁其實呢一啲嘢呢，我哋久而久之俾傳媒影響呢，其實係污染咗我哋個心嘅。咁點樣可以有增強你呢個對呢啲負面情緒嘅免疫能力呢？做義工係其中一種方法嚟嘅。